讓我們來了解一下對象文本菜單。打開對象文本菜單時，可以通過選擇一個對象並用鼠標右鍵點擊，或者用手指長時間點擊來實現。前三種選擇是複製、剪切和粘貼，這些選項的運作方式和其他應用一樣，建議使用畫布文本菜單粘貼。下一個菜單選項允許用戶在一個框架內包裹一組物體。畫框起到了紙畫布的作用，當晶移動時，晶內的所有物體都會一起移動。這可能像是一個群體，然而，與群不同，晶內的物體可以獨立於晶中的其他對象進行操作。此外，可以將對象或一組從框架中拖曳出來，使其與框架分離，反之亦然。分組和晶在對象選擇和分組剪輯中有更詳細的討論。接下來的兩個選項允許用戶將選段複製到剪貼板中作為圖片。第一種選擇是複製為 PNG 的選項，該選項允許用戶將圖片粘貼到任何支持圖片的其他應用中。第二個選項是將選件複製為矢量圖形，該格式只能粘貼到矢量圖形軟件如 CorelDRAW、Adobe Illustrator 或專業 CAD 軟件上。複製樣式和粘貼樣式無關緊要，且很快將從菜單中移除。如果選擇內容包含一個或多個組，則會出現組組和取消組選項。添加到圖書館的選項尚未支持，我們希望很快開始支持它。為了解釋接下來的選項，我們將選出幾個矩形，賦予每個獨特的外觀，並讓它們相互重疊。我們現在可以把這些物體看作是疊加在一起的。接下來的四個選項可以幫助我們改變堆疊順序。向後發送會讓物體往下一層移動，向前移動會將物體向上移動一層，發送回去會把物體移到堆棧底部，將物品移到堆棧頂部。接下來的兩個選項用這個三角形更容易展示。選項有水平翻轉和垂直翻轉。如果選擇多個物體，翻轉會圍繞選區邊界框的軸線進行。如果文本是選擇的一部分，則保持其方向。對於簡單行和未填充的對象，編輯線選項會出現。你可以改變物體的形狀，添加行列，甚至刪除行列。通過添加鏈接選項，你可以向某個對象添加鏈接。這會導致在對象右上角添加一個小圖標，表示超鏈接。點擊圖標會在新的瀏覽器框中打開該鏈接。如果你使用複製鏈接到對象選項，可以把鏈接發送給另一個 CADLY 用戶。用戶可以打開文件並觀看它。如果對方還不是用戶，應用會在他的瀏覽器上打開並邀請他註冊。接下來是重複對象選項。鎖定選項就是鎖定選擇，鎖定的對象是可見的，但無法編輯，這在編輯櫥櫃內部時非常方便。鎖定的物體可以通過指向並右鍵點擊或用長指觸鍵解鎖。鎖定對象工具也能幫你插入一張圖片並鎖定在草圖的背景上，然後你可以用這張照片在空牆上畫出櫥櫃，讓它看起來真實。這種方法在我們的一些社交媒體視頻中得到了展示。然後你可以解鎖圖片，然後用最後一個菜單選項刪除它。